来乡亲啊，继续要来讲这个武汉肺炎，即卖是互民众唔敢出门。像这个228年假的火车票，昨开始卖，迄若是伫个过去，拢是一票难求，就开始卖就抢了了咯。但是即届热门的车帮是到开始卖票的过长工才来卖完。交通部来提出着进行方案，打算要投入500亿来救观光。啊，交通部长林佳龙早起嘛专工到桃园机场来视察。台顶的舞者咧跳舞，不过台卡观赏游客却无到10个。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全台各观光景点游客拢真少，代替228年假的车票13透早开卖，过去拢真紧就卖了东部干线车票，煞真罕见无卖完。以往连续假期在往花东的部分热门时段的班次会在开放订票的当天就会销售一空。那今年我们有观察到的部分是花莲的部分，是到订票的次日的时候，热门时段都销售一空。交通部长林佳龙今仔日嘛前往桃园机场视察，交通部计划推500亿救观光，纾困方案142亿，观光产业复苏价进行54.5亿，观光升级价转型大约是300亿。有18亿多对于就是公共运输业的一个补助哈，有将近其中42亿多，那这个是我们对于他们像航空公司的这个飞机的降落费。还有一些土地场站的租金，还有权利金我们都会进行减免。航空业嘛自救，华航要求主管减薪10%。南韩春秋航空推出的班机机票轻乘客，日本商店到上海票价1500块一票，台票409。日本佐贺到西安嘛99块一票，和台票27块。在网络上依法话题，不过恐惊是讨论的人多，落单的人也是无几个。